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我嘅頻道。啱聽嘅觀眾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喺2月8號，河馬又有新片出，阿門交代返清潔阿姐事件，以及2月9號下晝2點半會同河馬去飲茶。今次主要圍繞以上3點嚟講，先講河馬所出嘅影片。河馬有截人圖，配上簡單音樂，整咗一條大 S 雕像嘅短片，以及自己去麥當勞食嘢時影嘅相，再配上簡單音樂，整咗條短片出嚟，讚麥當勞啲嘢好食，冇咩嘢特別。而河馬上傳嘅影片，今次主要係講去一田買蛋卷，但揾唔到自己中意食嘅紫菜味，於是買咗其他口味。之後就記得自己要去萬寧買嘢，但係就唔記得自己要買咩嘢，於是喺冇買過嘢嘅情況下出返萬寧。之後喺路上，河馬一直影住個地下，冇嘢好睇。途中讚美心啲蛋撻好食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試下，睇下同河馬係咪氣味相投呢？跟住講阿門交代清潔阿姐嘅事。阿門話自己淨係中意20至40幾嘅女人，聽清潔阿姐把聲起碼超過50，自己係唔會中意㗎。阿門話自己從來冇認識過做清潔嘅朋友，而工廠大廈嘅舊居根本冇床冇間隔，可一眼睇晒冇得遮。而自己公佈同烏杏兒喺埋一齊時已經搬屋。阿門借此反擊清潔阿姐，指佢匿埋裝紅酒，話瞓喺阿門張床嘅指控，我可以做證。阿門工廠大廈嘅舊居的而且確係冇床，同埋一眼睇晒冇間隔嘅。跟住講阿門跟河馬之間嘅一啲事。阿門話葉小姐係好介意冇佢同意下影佢嘅，河馬亦都會爭埋單，同時阿門亦願意幫河馬埋單。阿門話喺2月9號會同河馬一齊飲茶，預計當日河馬會將戶籍案資料影印咗交俾阿門，而阿門亦都會幫河馬填 YouTube 連接銀行戶口嘅表格。阿門認為控方可能俾漏咗資料河馬，包括判決書。阿門話 YouTube 會同你交稅。喺打麻雀時，阿門話自己夠膽亮牌同你打，有信心靠自摸取勝，唔怕你挑戰。最後，阿門話自己一嚿50幾蚊嘅排骨分4餐食。我想講，阿門係咪想話檢控書而唔係判決書呢？案件都未判，點會有判決書呢？YouTube 同你交稅，意思係唔係代表賬戶持有人唔使再交稅呢？如果阿門真係肯亮牌打麻雀，我都想挑戰一下。好啦，今條影片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